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月星食母龜，亲像食豆腐。母龜食月星，亲像补铁钉。上尾即句亲像补铁钉，嘛有人讲袂输吞铁钉，也是亲像食铁钉。伊的意思是，阿龜照顾月星是真自然的代志。若是月星要食阿龜的，当然无啥物困难，甚至爱阿龜食开，嘛是会答应。就亲像是食豆腐共款，轻轻松松食入嘴。毋过阿龜想要靠月星食清，还是讲像友好爸母安尼，都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亲像补铁钉共款，毋若真困难，阁有可能会舞甲着伤。即句俗谚主要是要解说，囡仔奉养爸母是天公地道，毋过若是爱奉待阿龜，就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啊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